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听认音哦。第一个缴费，纳钱，纳钱。第二个水费，水费，水费。第三个通知单，通知单，通知单。第四个现金，现金，现金。第五个信用卡，信用卡，信用卡。第六个收据，数据，数据。第七个自动扣款，自动扣钱，自动扣钱。好，请问上个拍马嘅呢？我个水费单过期咧，无把土地骗你上点叫，请问做得来也骗纳无？好，有带水单冇？有，等个第一。日期嘅水费95元元，我用现金也系用信用卡咯。我用现金。也係唔嘅數據同走嘅錢，多謝。下禮拜記得要提時間內拿錢，另外未建議人做得拍你自動扣錢過方便。好啊好啊，安尼就唔是只加一陣咧。好，看下頭度嘅樣片，我哋嚟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方。日期嘅水費95元。您这期的水费95元。您，这期的亚期嘅水费95元，95元，95元。好，我们先来整句咯。亚期嘅水费95元。日期嘅水費95元。下一句哦，我用現金也係信用卡呢？您要用現金或信用卡繳納呢？好，這句話呢，雖然我們客家話沒有出現繳納這個兩個詞彙，可是當我們未用現金或信用卡的時候，代表的就是繳納。那我們先來學詞的部分哦。您要用，我用现金，或也係信用卡呢？信用卡呢？好，整句咯。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下一句嘢哦，下禮拜記得要睇時間內納哦。下次記得要在時間內繳哦。下次，好，這個下次的華語呢，我們客家話很特別，我們是等於是下兩次，所以你特別聽哦。下禮拜。雖然我們有個2，可是這指的是下次。下禮拜記得要在時間內，要睇時間內，繳哦，哈，這個繳哦，好，納哦，好，整句來咯。下禮拜記得要睇時間內，納哦，下禮拜。記得要睇時間內納哦。好，最尾，做得辦理自動扣錢，您可以辦理自動扣款。您可以，做得辦理自動扣款，自動扣錢。好，先來整句咯。做得辦理自動扣錢，好，那你個單元都要結束嘅哦。